一个听到喜欢打。对吧？可以大家嘛，你处理在，我传新名的啦。哦，先到哦，那里。来回打对这边，打对这边，这家是你来打对这边。团长青年团新生回家，强强因为顶前大家平安，我们只有黄道在等就可以。欢迎再次莅临中江团街道，非常感谢。然后那个我晚上就来了啦，晚上就回来了。会我晚上来2次的。我回来了。对，然后回去。知道。